为了甲一寡用过毋过并无害去的物件重新再利用，台中市环保局推出二手物银行，民众只要甲厝内还会当利用的物件摕来遮，就会当用点数来交换其他有需要的物件。另外，旧家具修理好势，搁再使用，嘛会当创造搁较侪循环经济的效益。民众赶大包小包去台中市环保局二手物的银行。之后会想换吗？好啊。好，那你要不要帮我留资料，办个卡片几点？好。工作人员检查了后，将物件清洁归类，整理了后，就会重新上市。这是台中市环保局推出的二手物银行，无论是生活当中的餐具、衫、佚佗物，或者是册等等，只要功能正常、外观完整，拢会当送来遮。只要整类称重了后，民众就会当摕到点数，累积了后来换家己有需要的二手物。资源太泛滥了，对，然后又蛮多地方不熟，然后说真的丢掉也蛮可惜的，然后我刚刚看他们那边也是有家具，就是感觉就是蛮好的一个地方，蛮意外的，因为还有一些童书跟玩具还有娃娃，然后其实有些都还蛮新的，是可以使用的。透过循环的方式，让二手物转移到有需要的人的手头，让会使用的资源唔免变做是粪扫。台中市环保局统计，去年1月至11月，有交换完成的二手物有甲4万外件，回收要7500吨，创造超过70万的经济价值。二手物品，它可以带来我们的二手物银行来跟我们做一个集点兑换的动作。那每集1点就相当于1块钱，它也可以到我们这个二手银行来去选购我们的其他民众用不到的这一些二手物。另外，有家具再生中心，师傅是无用试试，年度要到啊，有不少人拢会清囤，买来的家具数量嘛会直头增加。透过师傅的好手艺，互因有新的生命。不过，家具的种类真多，对师傅来讲嘛是一大挑战。它可能不同厂牌的这些家具，它有不同的连结五金。那当他找不到这个适当的五金零件的时候，他可能要另外想办法来克服这个问题，让这件家具能够再重回它的生命。这家具去年拢总卖出8000外件。市府甚至还佫捐予花莲光复乡邦山湖邦花受灾的居民，毋但互二手物会当循环再利用，嘛创造上大循环的经济价值。记者综合报道。